这个79岁一个姓陈的老先生，照顾有先天性重度脑性麻痹的查某囝，前有50年。一直到108年2月份，伊唔甘因查某囝佫受苦。用这个棉被将因查某囝甲吸死了，轻生，互人救回来。台北地方发言人讲，这个陈老先生基情可悯，将轻量刑，判2年6个月，并且由合议庭建议总统特赦。伫今日日，有11个脑性麻痹的团体发起联署，并且向总统递交陈情书，希望讲会使特赦这个陈老先生，唔然后当一条悲歌继续轮回。提陈情书，今年28岁有脑性麻痹的小弟和朋友就要站出来，要来救108年亲手把家己有脑性麻痹查某囝翕死姓陈的阿伯。情书的里面11个脑麻团体，他或许在他心中的那个最后一根的稻草倒下来的时候，他最后做这样子的选择。都算犯杀真多，不过为脑性麻痹患者到照顾者，拢站出来支持陈阿伯，因为伊第2个查某囝有先天性脑性麻痹，50年来都算退休后刚靠老人年金伫生活，伊头尾嘛是真用心伫咧照顾，直到疫情崩溃，带查某囝看喙齿都拢有问题，才决定结束2个人性命。想要靠阿伯死无成迄道案，封判2年6个月刑期，我都假罪。民代和脑性麻痹团体发起联署，希望总统会当改下罪。法官甚至讲了说，享有赦免裁量权限的总统，已考虑发布特赦令。短短2天，已经有2000人赞写，就是因为台湾登记照后发生真侪不幸的事件，为101年1年6件，增加到105年1年14件。登记照法上路了后，数量略略降落来，不过过当年佫回升，10年以来已经累积到100件。登记照后抬死家己亲人的悲剧。这个案子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，因为今天台湾社会对这一群脑性麻痹极重度的一些照顾，坦白讲没有顾及到，也求你特赦这一位家长。千外台湾人联署支持陈阿伯，就是希望已经79岁照顾脑性麻痹查某囝超过半世人的伊，下到唔免阁封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